过来的消息来看电价审议会月底会举行，会来决定4月的电价。因为台电伫去年底已经了4229亿，拨补预算嘛，互你反映太调了。好社讲台电是望讲会当来起电池，用电330度以下的徛家甲店家嘛拢要起。一般家庭平常时一个月可能爱加100外块的电池。这礼拜会开市场电价会展会，讨论过来4月上新电价方案。况且这摆电价调整对象可能锁定长期一直保起电价民生主体甲小店头。你较早一个便当50-60块，即摆拢100几块，啊你要起就好起啊，无安怎？啊你卖8钱，你就较委屈的啊。如果要降低自己的消费，就只能减少用电。我们老百姓说实在没办法。没有，无能为力啦。台电是成本结构，目前看起来成本还是比售价高啊，所以台电应该还是会产生亏损啊，必须要把我们的成本资料，我们整个盈亏的状况就呈给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做报告。况且台电提出的方案为减少了钱，那这一摆民生用电电价调悬到2004年的水准，主体用电零到120度以内，下季甲非下季用电为即摆每度1.68块，调悬到2.1块。那是111度到330度，敢若是下季用电，收费每度2.45起到2.73块。以一户家庭非下季每月用电330度来算，因讲是一个月就增加103.95块，一年加起出超过1000字。我会在会中尽量的把那330度以下的一般用户，就是最底层的那用户，是不是还能够在工厂的范围内？会中大家再来讨论。台电可能要有所谓的配套措施，去告诉这些小商家，他是不是引导他们去走向所谓的时间电价？因为各大工业用电已经真侪摆起价，按算这摆调幅有限，按过用电价公式来看，每一摆起的幅度上限是3%，转年2摆起的上限是6%，起的幅度是不是会破破电价公式的上限？还要等电价审议会来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